虽然给心跳。哎，条歌曲就係下半次家嘅感覺，嗰時候沒辦法衝到一條歌曲，現在條歌曲一難衝啊，其實兩天都不會衝的時候也是自彈自唱，所以覺得好像有點危險。對，但是懂後堂啊，後堂啊，密集，你見了經歷會了，我們上來都還沒講話。告訴我，楊乃講誰摸耶？看看你是個答案獎哦。來，誰摸耶？誰摸耶？誰摸耶？哇！哇，好鬧熱，好鬧熱。哎，那一年突然運動就啲叫咩？俺們第一條歌很長啊。有樣嘛，像啊誰摸按獎。哎，我也搞出係羅碧珍團體。木頭團哈，哎呦，又開心又跳落嘅，哎呦，還有 pose。鬧熱大擂台，鬧熱共下來。大家好啊，黃姑啊，我係Gina，大家好。好，也馬上我哋進下咧流行歌曲嘅保衛爭霸賽，嚟介紹下比免炸咧嚇。誒，見來見中咧嚇，連續8冠咧，羅海爺。哇，8冠，今日歌冠發到9冠，下禮拜歌冠至10冠。10冠就係你流行組嘅 TV 咧，其實脫穎而出嘅嚇，恭喜恭喜啊！拜託你哋莫創案好啊，莫創案好，唔好妄詞，拖拍就好，好不好？這2個禮拜嘛，犧牲一下，稍微忍一下好不好？你拖拍就好，拖拍冇開完豆腐啦哈。笑呀！還是好公平，好公平。好，來，來介紹金牌的評審團啦。好，齊澤禮先生，總飛先生，姚少琪先生，陳偉先生。來，馬上進行今日比賽。TVB 新的朋友來自新竹新埔，總飛健一生難求。我嚟談下啦啊！涼風吹來溫柔，變成優秀嘅人物，就在心頭，有回難無助，進退真兩難，人風剛有心歸途，情難盼。飛健好，第一擺來哈，第一擺來哈，來自哪一個？海選2次，海選2次。哦，海選2次。踢過一次在花蓮，花蓮前2年。哦，前6年。所以呢，花蓮人。
唔係唔係，唔係唔可以講時啦。哦，你講會了嘅嚇，唔就講會了啊，唔講係了啊，沒關係唔講係了唔怕，唔怕係啊，嘿，錯，跟大那邊那大新部，進步，哎跟有冇進步就去發練，誒去試創，一般嘅機緣上，嘿，還有看都在節目，哦然後我有本身就有唱歌的興趣，哦一生的夢想，從小我的夢想就是想就當歌星想要，不是，想說有一次我能夠上台唱歌給大家，給大家能夠欣賞我的歌聲，然後所以我很努力，那你一直對。你有考慮到大家的感受嗎？哎，你唱得不差啊，唱得還不錯啊，沒有啦，很好，很好啦，很好。挨嘛都害羞，害羞害羞，因為你的造型懂奇怪，嘿，沒奇怪，很有懂趣，很特殊。很有 style，嗯，對，為什麼想要剪短髮？你是有在做化療哈？不是，還是跟我一樣，金錢條那麼唔係燙啊，壞了團隊，剪了。那麼為什麼？因為我剪短髮。哎，那留長頭髮，人講啊係歐巴桑，哦，斷條那麼還有抽型，哦，比較利落一點。哎，不敢留，女人永遠都不能讓人家說像歐巴桑，唐豆就不同意，對啊，好對啊了，好，不過真的很有造型。新式 hockey 啊，創到以後，青山，嘿，來，創到有唐先唱生這位先生，公平啊。哦，慧娟你吼，其實你可以有緊張，懂也緊張。沒很害羞。其實你本帶愛，你係冇講法，話愛唔可以知道愛樣型，愛什麼一件事，你一上本來出來你實係冇。你做得講開了，唔怕愛談愛實，愛講實驗談愛什麼？哎，做得吼，做得，唔講做得就做得咧，吼，吼。唱的是唔好講，唔怕。講是。俺們講人上本來就按你實係冇。嘿，哦，你有本來鼻音，還有啞的。對，哦，本來就這樣。那唱高音是 OK，有，我要聽得出來。我知道你啊，當到類型嘅歌曲係樣型，你係想講唱起來有演家嘅味思，其實做演歌我 OK，係其實唱得當好，因為搭配按你型吼，其實我覺得你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。對。古時候講你唱歌應該係能有磁性這樣唱，唱出自己嘅味思。唱歌有陣時冇乜個唱也唔唱，除非你忘詞啊、跌破啊呢條，真係唔唱。唔過你要樣板唱很自家，你要記得唱歌是你自己情感的表現。就像我們剛剛講我就是很想要唱歌啊，我要讓大家知道我很愛唱歌，我覺得就是對了。唔過你如果把這個剛才的態度拿到歌裡，我覺得會更棒。一開始可能太緊張，有眼冇分啊，眼睛死眼邊虎。我就是有點頭，可能唱歌嘅習慣係呢，由小到大，一直按你方式嚟發會有問題。譬如講，人家音準就會跌退。聽唱歌出冇乜個層次，就比較沒有層次，就好像只有一種技術。古時講幾首歌曲，會彈起來，因為強樣，音準又差些些咧。唔過你係要唱得當好嘅，譬如講，越想越糊塗，行到一半睇陌路，係最明係最喜歡嘅係萬億千言抗心度，我知道我要彈到啲幾首歌曲最好嘅剪法啲位。唔過我知道技術方面，我建議要這個練一下，你要有很多的技術，不管你要拿出大刀、小刀，還是槍，還是什麼都好，因為你是一個很有個性的人。我希望有機會這個彈到你唱冇強樣嘅歌曲，好唔好？加油！好，先生，好，看一下總體給嘅分數。好來。91分，謝謝。新南港嘅分數。平常時有欣賞高嗎？有人家范美欣賞。敏老師，哦，范美敏先生，我係欣賞歌唱指導老師。啊，給指頭。老車頭一生難求，就是他自己作詞作曲。那我今天來想說，我這麼努力的學唱歌，是因為我想要來跟我老師打廣告，來回報他。好了，那你就繼續加油精英子呢，繼續加油，謝謝，回座休息。是孟飛燕，好，沒問題，很棒，當紀念。好來，殺下來，殺來李彥峰本切架。好來，彈個啦。
重现了烦恼，安静地要重现爱的童年，但是嘅身份，爱比过最然嘅心头。常坐的看动一头，爱香港最大嘅路口，常坐的之前走，就算从来去高，就算从来一生。好像今天很深情其實歌曲有對象是不是？冇啦，就是雨涵T種準寫 T 首歌曲啦。哦，係啊，有時因為地位你的偶像嘅係本設㗎。其實嗰時嘅說是雨涵係有時容易嘛，係個強爽嘅歌，而且歌會彈起來比較內斂，嗰時候彈起來就是有唱到心裡面的感覺。因為覺得創作歌數，明白總是會有懷疑自己的時候，係條歌曲就會下本設計嘅感覺，嗰時候明白衝到有條歌曲，其實條歌曲。一難衝啊，其實電腦會衝的時候也是自彈自唱的時候，所以覺得好像有點危險，對對，但是等後堂啊，後堂啊，對，最近的經歷會了，我們上來都還沒講話。對，他有之後，主持權，因為佢哋還有做演出的嘛，還有做 podcast 主持，對，還有去教學，教一些小學生，跟那個講下廣播電台本來做嘅條路啦，因為我係講下嘅主持人嘛，因為有個暑假有辦一個營隊，個廣播嘅營隊，這樣跟住全部找我去當講師，就分享下嚟做，因為學生種明年喊下提攀嘛，就每年都在辦，今年辦第2屆，咁樣有參加。我想說，搞一下嚟，就是讓他們認識一下什麼是 podcast。明年第一下用蠻做啊，就一開始一開始就要零成本的開始製作，這樣子說，不然第一啊，這件事情有點夠太喜後來就做在至少是有一個想象的，就是不會覺得說這件事情是很難達到。不然什麼係個機會，嗰時候嗰撳下講下廣播電台。你看後上來看到你看可以這樣滔滔不絕。podcast 就怕那個有沒有講不出東西，機會啊。對，就如果另外一個人跟他搭配的話，應該插不進話。要分配啦。因為給他師傅會應徵嘛，應徵也是很難插話的。真的啊，你應徵很難插話。一個小時可以講2個小時的內容。哇，差不多，知道。好了，從頭來長時間講別。好，槍飛請上。嘿，燕鳳你好，董房戲根本你聽衝過，我覺得聽到了你的勇氣，這個是我覺得很棒的，我又再一次感受到音樂在你的生命當中給你的那個開心，給你的那個自在跟享受，所以我覺得，而且我也覺得這首歌是很適合你的，非常的適合你。根本你兩首歌曲，整首歌你給共鳴的位置，我覺得都很漂亮。好，我覺得唐你聰兩首歌曲有一種一直都飛在上面的感覺，就是你的位置都擺得很漂亮，然後我也覺得跟着你一直沉浸在那個飛翔裡面，這是我覺得你今天非常非常棒的，我很喜歡的地方。那有一個地方就是前面那一段還沒有進入副歌，那個最大嘅路
那个地方，它因为比较小声，你要做的比较路黑，你比较小声，可是你太谨慎了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勇敢一点。好，怎么勇敢？但是声音又不出去，就是用你的嘴型，再大一点，嘿，但是又不是嘿，又不是这种冲出来的，这样子你可以在那个地方会做的又没有那么大声，但是会更稳定，那个会更开，我觉得是这样。那后面进到最后面那一段，我也听到你整个放出来，我觉得很好。但是最演跟闪条那个地方，哎，音没到。对，哎，你冲你的那个音没有到，但是你的感觉。声线感觉却又是冲过头的感觉，就是你往上冲，可是却又没到，那就是去揣摩一下，哎，那个地方怎么唱，它可以上去，冲的刚刚好，但是又能够到，这个就是肚子用一下，这里用一下，好，试试看。那我觉得这首歌大概真的告诉你，就讲这2个地方，然后你最后一个，这台给录黑那个地方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问题。当然，你的假音可以再练得更加的稳定一点，好，那个 hold 住的感觉。你还这么的年轻，我相信你可以去尝试各种的共鸣方法，让声音出去。那说话的时候，记得教完课或怎么样，一定要让自己的喉咙休息，因为你有非常漂亮的声音。加油！好，对，可以给分数。好，看一下李彦峰给分数。唱就好了，不会啦94.5的。没办法，差不多要分数啊。浩源会够够啦。我叫我讲听。不会啦，不会好啦。听吗？好了，不然我要怎么办？扣你肩口了，扣个0.5。你这个千古罪人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说啦。开启个品实力嘛，嘿嘛。品实力，大家真的都是靠那个现场 live 的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加油加油哈！李彦峰、安子生，好的，杀来。杀来嘿，罗志新到了客家本色。用创意简单的歌。最近有交男朋友了哈，就天雷勾动地火。你18了吧？18了。三万大表江山甘甜。
西摩的冲下个本色啦。哎呀，你昨晚像今日先要条歌哎。就是回归一下传统的那个。回归传统的感觉。传统的感觉。是怎样？你是有什么感想啊？没有啊，就是最近有交男朋友了哈？对。没搞清久了吗？交多久了？搞久哎。快3个月。3个月哪有久算久的吗？不过以年轻人来讲，算久，因为他们都素食爱情，搞不好3天就分开了。3天3夜就分开了，有可能。那你现在跟他是怎样相处的还好吧？还 OK 啦，还 OK。是，对。然后用班音是之前是因为我跟我男朋友是同校，也是同届的，然后因为我班有一个男生，然后因为我朋友所以才认识他。你朋友认识他，对，你欣赏他，都欣赏他，你就请你朋友去跟他要联络方式，对不对？自己不敢去要，对，好怕自己去要，自己告白了这样哦，然后被就是我们被拒绝，然后就很难过。没有被拒，就是自然而然就在一起这样。你怎么叫你朋友告白？就是一开始我先跟我朋友说，先跟他要个 IG 嘛，然后就开始聊起来这样。他也愿意跟你聊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一开始都是朋友关系，是因为自从我们搬上到新北之后，就莫名其妙在一起。哎呦，应该说自然而然，不是莫名其妙。对，就天雷勾动地火，然后就离开淳朴的乡间之后，你18了吧？我18了，而且他现在好像也跟你男友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当室友了，是不是？当室友。你看才台北居大不易嘛。对呀，不过你看时代不一样了。我们那个年代如果是跟女朋友说要同居，不敢讲。真的。对呀。现在可以大大方方。现在大大方方，你看19岁有没有跟男朋友就同居啊？难怪要唱客家本色，时代在进步，社会改变。对。没敢冲掉那2两句歌词。我还以为你说客家人本来就很色。这个有潜台词给你OK， 那你爸爸妈妈知道吗？你跟他住在一起？知道。就是没有说什么，就只是说以后有空要带回来给我看。长腿了，介绍现在这一位他这个也是在感情路上身经百战。那个知心应该这样子讲比赛在歌场这个有的人他是保守应对，有的人是可以善用一些特色。给不给你中了客家本色你要拿到很高分不可能，但是你要拿很低分也不可能。那也都告诉你，就是说，事实上用这个来去反向操作会发你分数并不会太差。但你要掌握几个特色，第一个就这样耳熟能详的歌曲的话，你能不能赋予它新的生命跟灵魂？你还懂中间觉得你今天唱这个歌的话，你很轻松，都轻松啦。然后第二个就是，虽然有2、3个地方，有这个唐山过台湾的是非善恶的，有点冲泡的还有两三棒眼啦，这个修后啦，这个发音有一点点跑调，其实某么该样用但是你现在准备这首歌的时候，让我感觉到就是说，告诉我你年轻人容易按照传统的东西哈 Q 一点的歌曲你用你的心态去把它诠释。反正我觉得你从比前2、3个礼拜从来歌曲有没有那个分数上面还要更平稳，而且还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经验，会有不一样的经验。所以要选歌那部分某一天你要写那歌曲，你才会诠释一下他很有上的感觉。我们也许说像客家本色，或是找一些经典的作品，你用你的个人方式来唱，赋予它新的灵魂、新的唱法。就是因为在我们电视机的前面，很多的朋友他。后上有没有做一创客家本色？你有做唔得？没有创一个经典歌曲，也许会有受到喊那多人的喜欢，这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不过呢，咬字有几个地方有一点调整把它改变过来，我觉得会更好。继续加油！安子在加入因为这首歌大家太耳熟能详了。对。那你又唱的又很随便不是？很有他个人年轻人个人魅力。还有上瘾冲歌咩？哎呀，还没冲歌2条歌呀。系啊。好嘞，看一下几个分数来。看罗子晴嘅分数。好
陈一凡，还可以，好，恭喜你，哎，留下来了，普普通通哈，普通哈，下次加油，注意啊，哈，加油加油，回做休息啊。谢谢。好嘞，杀了，杀了，迄古球亭带来路球。来，看好了。是不是上？各位主持人好，水田记好，各位听众先生好。水田记特别现那国就是好像很有文化啊，对对，没清戏分那个刘荣昌老师哈。啊，都选他的歌。刘荣昌先生的歌位嘛，对对对，他现在也是算有点退休了啦哈。退休了哈。退休了，你啊？半退休了。财富自由了。财富自由还。啊，小孩也都长大了没？哈，就从胎呀，啊，这喊。同家老公两三腔哈，执子之手。老夫老妻，哎，这样。是上班的学校比。让还不看离3分钟，3分钟是到嘞。汉圈，哎，东圈，哎，转来喊走，因为4点下班嘛。离家近，钱多事少，离家近。酸黑吧哈，对呀，不你研发，对呀，俩酸黑哦。对。他还叫你闭嘴哦。你干嘛？你怕被调走啊？没有，其实是17秒动作啦，算不查啦，哎，他就是有那个对价关系啊，有应征周 C 嘛，张宇川算他应得的薪水嘛，对，太好了，而且到时候退休金还蛮多的。公务人员在发，对呀，还好啦，公务人员是差不多是安婷婷啦，哦，真的吗？用班都没蒙多，系啦，用班都没蒙样多。我站在这里也中枪，奇怪。我要赶快帮他转移话题。对啊，就回来转来喊动作啊，哈，按全联是都不免签的啦，哦，哎，是香炉与卖菜啊，朱基龙这个上会食的东西啊，啊，有时候就煮个火锅嘛，菜啊、肉啊，全部捞去，简单，生意就转来煮下好多的哦，啊，生意就冇赚了。那个不用加时间，不用加啊，2年的时间就会赚了。啊，这个人我看人家多，平常时很凉落呀。哎呀，这样很幸福啊，很自在啊，像你跟罗嫂这样。对啊，我希望我也跟他讲，我说我们两个身体真的要好好的保护好，我们一起牵手到老。真的哦，剃头反头是他手的。好了，来，冲出来，抢 V 欣赏。
嗨，邱廷基。先生好。我出到亚条歌，你感情懂好诶。原来这个是财富自由唱出来的声音。哦。那你唱起来应该也是这种声音。财富不自由的声音不一样，很紧绷。比较悲伤一点。感想到其实以前你唱嘅歌曲嘅时间，我知道有一些的 pop 嘅会很较自由。不是财富自由的自由。不过就会讲，亚条歌唱到懂后，就是还蛮在那个拍子上没有太多我觉得可能太 free 的东西。那让唱歌还有投射，这个唱歌是有投射的。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棒，没什么问题。不过我知道，下摆你唱歌，你总得去看一下，譬如讲。换气这个部分，有一些人会避开换气。刚刚知道有几句，像你在亚比几多年几久没看到头摆跟一讲，这里边其实可以换一个气，把它换一个气 ，OK， 你的尾音就不会忽然想要拉，觉得自己肺活量不够，其实唔黑就是每个换气点你都会去弹一下。演唱半本，应该有换气声，那应该音准都懂后，音准非常准，然后唯独最后一句的你呀，偏高一个，我们再把它拉下来一点，就准了。大部分黑暗用懂后堂。好，西木先生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看一下他的分数了。欢迎顾秋婷的分数。好嘞。先生，94点5。哇，你2比94点5，好厉害！西木先生，赞哦！浩源压力又来了。浩源很怕啦，现在是跟自己竞争的时候。对，好，那你先回座休息。好，快来欢迎这一位卫冕者。避免八关的罗浩源阿哥萨留下来嘅吉他。哦哟，我要跳过后堂来。后堂。阿哥萨留下來的吉他，你最愛嘅一首歌，愛強強來彈。阿哥薩留下來的吉他，不管你去都一樣，不堪時光。就用一首歌，一杯酒，一嗓音都一樣。人生一層風，一層衣裳嘛，不思量。逆風風雨，總會天涯。用一筆，用一發來寫出。就用一首歌，一杯酒，一嗓音都一樣。人生一層風，一層衣裳嘛，不思量。逆風風雨，總會天涯。用一筆，用一發來寫出。阿哥薩留下來的吉他，愛嘅夢想有你嘅樣。
来，陶冶。哎，主持人吼，T 球馆的哈。T 球馆。对啊，比多亚应该比赛来讲，跟你学习到懂多吧？其实崇拜因为爱过5关诶，就被打下来嘛。凶手。凶手。不是曾大哥，是曾大哥。曾浩明开口啦，开口。走。各种东西，其实那时候其实蛮想放弃的。哦。对，就是会有一个负能量。对。可是过种爱就转念。我想说，既然都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就要把它做到最好。对。因为其实歌单就有限嘛，然后那我就可以后镜头哈嘎给流行歌曲，对，可以增进自己的客语，这样。就像烟风汹涌啊，烟风跟勇姊妹有几次，然后呢感觉就是很没力也没劲，对啊。某忙啊上不上下不下那个时候就会有点没力这样子。我做完唔是改心情啊，当做来复习嘛，吼，来练歌诶。对，比赛其实真的很辛苦啊，真的，每个礼拜要这样子要准备，然后要来比赛，这个懂辛苦的一件事情啊。冇错，对啊，没什么太嘎啦。最主要是其实蛮谢谢那个评审老师的，因为评审欣赏都很不藏私，对，所以给的每个笔记，其实我都很在意，然后让我自己内化，对，因为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要调整的地方，对，鼓手我就很感谢沈梦欣赏，对，那万一今天说真的，你已经第8关了哈，哎，万一没有过了。就继续上榜大表，又要再从头来呢。真的哦，真的哈，再重来啊。真的。你会坚持下去吗？坚持啊。我会哈。走，今后一定。哇，希望你今天可以过关。好来。好，从手来唱这位欣赏。这位老师来。好演，谢谢你的坚持哦。然后就像费先生讲的，大沙唱歌都一家的歌星，根本五歳的歌星，大摆了做评审的时间，其實按當年咧，我強樣同大家學習。我做冇人講，因為我知道浩然一直以來比賽，我就看到人家歌星，你非常的謹慎，而且你今天有點謹慎過頭。然後一開始嘅時間，我講正經根本重大音，正經懂響音，懂後堂，而你唱 T 音，我說哇中了，這個太好聽了，因為唱重大音太難咧，你唱高音凊彩。經一下就上去嘅，唔過重大音來穩，還有乜嘅？還有列數歌曲嘅口氣、唇齒音。我用耳機聽，你做得太好了，但是可能因為你太謹慎，所以第一邊你想要做層次嘅時間，你講風意總會天強還是天晴強？你太謹慎了，其實你就是讓它順的過，因為你前面已經很好，你一緊張，你那個琴就跑掉了。我覺得好像要下大雨，我覺得沒關係，你還有一次機會，你後面有救回來。好，我的分數就在那個拉扯上，一直到最後，我說你為什麼不跟住呢？我嘅夢中有你給養啊！我不知道是因為你情緒太滿了，還是因為你覺得我終於要唱完了，我 get 不到。我只是覺得你好像太謹慎了，謹慎到後面那2句，實在是讓我腳底發涼。不然我今天要給你滿分，我一定願意給你滿分，但是我必須要對其他的參賽者負責任。譬如講煙風，一路行來，我要私底下你講，我講你雖然係比賽有輸有贏，唔過你一啲有輸有贏當中學習到乜嘢，得到乜嘢，唔係講係啲比賽比題，不管係輸贏嘅出去，還係強樣。故所講，因為你係第8關嘅，我一定要對你。特別嚴格，我唔知其他欣賞本年分數樣板，唔過基本我是從25分開始扣你的，我的標準這麼高，那我希望你今天可以過關，不管怎麼說，因為你過關，我也可以給其他人機會，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好，希望你過關。好，我欣賞。好哦，那現在就要歡迎。有請煙風還有邱婷記，用力強勁，跟我來到舞台等人看分數，終於。對。邱婷姐站中間，左右為難嘛，哈，好。對，看分數之前呢，那另外一位張慧娟，可能就這一次就可能沒辦法通過了哈，下一次有機會再來了。嘿，好，衝到你嘅翻明明欣賞嘅歌誒，係冇？同你推廣嘛？有幫老師推廣。沒錯哈，什麼音哦？好，來，好。
那就要来看一下浩远的分数了。看一下罗浩远的分数。是迄段时啊，我迄个同事啊，变啊还有啥啊？从众呢就变啊还有啥？不明来矿职了，哎呦，欺了，哎呦，还不用欺负啊！哎呦，本公司的变还那还有啥人爱用欺负？好像小孩子的动作。对啊。欢迎哈罗浩远的分数。我鸡皮疙瘩！哇，谢谢。哎，都给走。哎，真的，其他人都很希望。太这个，希望你家家过关好吗？你98关呢，那个是讲比大体个真的哇。真的嘞，哎呦，就恭喜了哦。9关，还剩1关。还礼拜挑战第4关哦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！恭喜，连续9礼拜，过关的罗浩远。係，又到傳統舞嘅波比正8歲，我哋介紹下邊年咋嚇？裡面吸管嘅龜蘭姐，加油加油！哎呦，聽關係隻關卡，對對，上禮拜評數嘛嚇，就過不了第5關。啊，咩？其他係係，一禮拜希望做得順利過關。誒，好，加油！希望也都做晉級啦嚇。係啊，好吧嚇。我哋介紹下你評審先生。好，歡迎李秋霞先生、蔡啟貴先生、曾敏珠先生、魏生炯先生。好了，先生介紹得了哈。哎呀，等下辛苦先生了啦。馬上呢有請 TVB 嘅參賽朋友。TVB 係總水雄帶來3個字。來，彈開啦。在饭跳了，帮来的什么？礼拜冇。我冇知啊。上禮拜帶來一個飯條真係，係啊，又有花紋誒，係啊，越講越太叻係啊，七個鐘嘅啦嚇，係啦，七個鐘哦，誒，有一度就姊妹，兄弟姊妹。10個啊，哦，上擺有問過，有問過啊，係啊，真嘅嗬。聽講佢有破相，因為兄弟姊妹嘅關係。兄弟姊妹有打機啊？嚇，嗱看無啊？看無，你都懂講。哦，懂昂哦。樣板，看下本鏡頭看下，哦，看得出來嗎？啲咧，一絲絲咧嗬。樣板。個最大老妹啊，都個書下都教個。家家酒啊！哦，扮家家酒，家家酒，好可愛。等一下，家家酒嘿，還有嘞，啊，幫面點樣辦？
啊，都拿个烂起来vận散，哎呦，拢按水啊去啊，就跌落去啊！咩水啊去？哎呦，哎呦，安用蛋哦！哇，佢有去療有嘛？冇啦，冇啊，跟人說還好啊，都冇療咩。就唔過去留一個疤的兩片啊，哦，小塊啲，小塊。而家疤蟲去看唔到啦，係啊，還好還好。還有還有聯絡嗎？有啦，係啊，聲音唔啲啊，有上時教嘅時節啦，吼，係啦係啦，對啊，特別細細咪好教，咩接呀個嚟撞到嘅撞到咩，對，全部大家都係嚟過來啊，係啊，啊，但是兄弟姊妹感情當好啦，嗬，冇乜變啦，嗬，做得啦，做得啦，而家係長期聯絡啦，嗬，有啦，來沙下來嗰啲，好，請邱亞先生來麻煩。水鄉子記類似法典書風哦，案件來哦，實在難得。創國嘅東西咧，哦，除咗上手以外，吼，韻腳咪輕重要啦，嚇。喺兩隻腔浪嘅話，所以你就要似嘅韻味，然後韻腳，然後嗰種嘅聲音，嚇。你從頭人講嘅大韻啊。哦，韻腳都冇講清好，所以而家向人語啊，向人演啊，接上乜做出嚟？嚇，辣演，哦，注意啊，哦。但是你今日嗬，我講啲三國嚟講，三國志平板係四季八節，43到43，你揾起冇乜個適當，哦，聽一句朋友。朋友就知了妹，朋友一直跳嚟跳去，唔好四季八節要注意。朋友知了妹呀，所以人哋聽一句第四句要注意，嚇，希望喺下回喺下有機會嚇，繼續加油。好，哈菲還有咖啡嘛意思啊？對啊，講銀行業，對，看一下本書啦，看一下總水鄉嘅本書。哎呦，91.5個，91.5，新聞先生，本書就看有咖啡。係啊，唔啲啊，應該香港用辦法賺，好，謝謝。好，嚟，再啲讓我坐，謝謝。好嚟，沙來，係一天幾好帶來平板。等我啦。天橋之等我特別細細喺啲散燈行呀，
爸都唔伫做嘛，要做个以前起家的是通哦，封边个味起家的呀。有，法莲那边起家嘿，就个山当风去开演哟。细我等细个。走路空空的啦。我爸迄太六带30阿哥伫太六安尼过来安尼，啊，甲下路无嘛个无。我爸爱生年，老兵就从嘞，咩死推嘛，咩病，佢迄帶共同嘅路風嘅，做安尼帶定3站，但冇佢即個帶定3個生意咧，國內咩安尼都帶定過來，啊都冇嘛個過來冇嘛個事，唔點樣乜嘢就手機山當開演啊咧，對啊，中國自然用嚇，啊做冇個貴嘅或者種剃頭啊，種保守啊，做種嘅就安尼，對。可能來台灣的時間冇乜嘅條路好做，啊，就本人抽起嘅呾子，一起開墾啊，對啊，對個開墾。啊，佢唔係規嗰個山嘅全部贏。冇啦，愛用手工咧，佢專門用手工。台灣咩味了，就會贏誒。咪同阿爸講，對啊，日本時代啊，就睇國民黨是嗰種是老嘅時間。真的哦。係啊，佢係從用味嘅呢。哦，阿爺爸親會味嘅啊，阿公。阿公，阿太啊，就味當多，所以我就台灣啲產業係大地主。啊，後來就是被徵收了。耕者有其田，然後就變耕者的人，然後又3七5減租，咩都給，不能土地要不然你現在就是富3代了。哎呦，開玩笑！你現在自己做富1代呢，今後。唉，就要靠自己雙手的努力。無可以度啦，無可以發啊呢。細都山當吼，嗌歌啊，嗌都啲創個以前的流行歌嘅哦，過年啊，嘛個獅子能回味啦，懷念特別多嘿啊。是永不悔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忆童年时竹马青梅，两小无猜日夜相随。哎呦！我们这些老乐队老师年纪多大了？多大？那卡西耶，那卡西啊！以前山當做安尼，對面那咩一户的人家都，有咩小哥哥，對，啊做大家的創作，邊太西上了，對啊，那邊上啊，佢買嘢上下台，我覺得邊神往事只能回味。這樣回想起來，其實也蠻美好的啊，那種情境啊，對呀，雖然挺辛苦，我挺快樂啊，對呀，雖然審判沒有過都哇，很榮華富貴，物質沒有很好，精神很快樂，但是精神是快樂，這最棒最棒。好，來，昌特來唱欣賞講，唱幾個欣賞。來，好，聽友記哈，今日帶來一個平板，你今日唱嘅平板啊，4張強言，做在講一歸屬嘅堂叫青春，講開跳出人物嘅毛片咧，只能就講，今日人嘅很多韻腳、韻味、味韻嘅時間，就小可較有爽有辣辣嘅爽。也係點住家就要注意，平常在練歌嘅時節啦，當然啦，該練愛練，但是冇練過潮歌，潮歌咧點到嗓無按好變來上體咧，其實唱係講我冇乜問題，但是在嗓音部分，自家韻味嘅時節，佢傾嗓嘅時節，我小可注意下，冇人嘅強弱嘅音，我到時候做出來就辣音嘅，就會變得有情意。好，繼續加油。好，謝謝。來看一下腳分數啦。看一下一聽腳嘅分數。好，43分，冇問題，恭喜你哈，做得留下來，按姿勢，來回做休息。好，沙下來，沙落去順風組帶來羅山歌，來彈個啦。
恭祝你好。系啊，唐讲28岁张去做事哦。是啦，16岁是可以是半工半读，图个理想。做到差不多66岁。哦，上退休。58岁让我那家公司。哦，我亲密的一家公司。传统产业。哦，传产业的。系传产业，刚才。28岁让我了。嘿，该董事长器重我啊。被我师公亲厉害啊，对，才会58岁被挖角。没啦，该是因缘际会啦。哦，其实本来抢还摸样，还摸伊。佢講跳後生啊，佢講佢不穩啦，但是很矮啦，我來啦，還是去啊，去都不相信你女兒就知道，不是因為他定性不夠，後生人坐飛機吼，講有都唔曉啦，怕他捲款而逃，捱去頭前還有兩隻是做唔起啦，做兩禮拜韓國做唔啲叫也是冇做，做唔起，係調價問題哦，唔係，嗰隻飛機吼，從高中。做到做阿婆，佢叫我吐筍啦，一隻千萬人啊！啊，我嘟嘟會做了只直車啊，當起重啊，梗係唔去啦。還是去到嘅時候，嗰啲同事啊，啲牙後生啊，廠長咧就一邊啊後生，高長咧的，啊個小姐哈，啲牙咧就會佢喺校草啊，是唔可以輪到牙啦。啊，結果是牙落去嘅時，佢都心肝肚親唔。不是滋味哎呦，排擠你，覺得你空降部隊，係啦，呢種佢都冇機會做啊，係是有機會啊，就乜嘢是見事捱啦，你去做啦，你去做嘅啦，係當係是講，個條件又冇喺做啦，你就安排啊，報名係曠職你嘛，唔去呢，哎呦，係俾人欺負。本公司並含他後生的人用欺負，好像小孩子的動作，這個好像小學生，學校的小團體那樣子。不是，同學欺負我，不去了。不是，因為規家公司的人連他去了欺負你。沒是該選擇該有諒解啦。俺還是想講，俺按多細漢本而已吼，俺唔會做好咧啦，俺總係退休咧。啊，報名你想講啊，公司就冇開出來啊！我要去啊，去上班是做建築啊，還是建員啊？結果個公司啊，我做7、8年時，佢是賣退去啊，賣退去嘅時是講啊，嗰陣我咧退休到咧啊，所以啊，嗰隻同事是講，佢對人吼，佢唔會較好，佢哋班裡班上50人說唔要做埋條路吼，所以講一家人吼，唔好看唔起我，對，修德，大家都係平等啊，兩人嘅薪水，哈，啊唔好按人欺負人，所以人家看結果都冇好，心都當歡喜。啊，唔係講歡喜，係是講，而且講吼，佢哋都環保。嘅回收廠做啦，啊，嗰支披薩攏係講嘅啦，啊，我咪想講啊，佢真係要前有條路啦，唔可以講唔冚唔會啦，啊，我出發點係是當山市民，我有冇講經驗下去啊，做到退休。講真係各行各業，係啦，做唔得，你咪會攞啊，我咪做好上高啊，我咪18歲。他嗰種認真賺錢就，做好自己本分嘅事情就好啦。啊，當然講你要唔係調價，你見喺我做啦做嘅，梗要唔係。飛機做嘅條路，冇錯，記住好了。拿雞毛當令箭，欺負你新人。我要做哦，你喺我要做，一跳過分時還是冇做。沒關係的，反正你現在退休，財富自由了，他還很辛苦嘛，對不對？是他的報應。冇啦，冇人講啦，太假設。因為某一天啊，翻來說啦，會改變的，你唔會改變。廣結善緣啊，係以前都好條路啦。對對對，好來，蒼太來唐先生講嘅，來。好，鳳竹小姐，你好，老師好。實在你是不會唱歌嘅人，但是你挺在意披薩嘅感官，有冇哈？你這個會刻意的，哈，會壓抑着那個悶着的聲音，好，會用胸腔的聲音去發聲，好，其實你做得好好的發揮，將你真正的聲音唱出來，應該無限量嘅，你做得唱到前好，好。加上咧要參加歌唱班，有乜嘅問題做得老師請教啊，讓班人愛試定嘢上做得自然嘅來發聲。你係輕鬆嘅話，你時常咧用一樣人咧輕人嘅聲來唱，拿唔到好分數。繼續努力加強，好冇？好，好，開始，對，我哋快下加分數啦。看一下聖風組嘅分數。
对了，但是你们讲真的有发挥，真的，真的有，我要改进，谢谢老师给我机会。对呀，放松一点，好不好？啊，加油加油！哎，反正你现在也退休了嘛。对，文艺冲狗，我要专心冲狗。对呀，冲狗。好，安之先，我家谢谢合作消息哈。好来，杀下来，杀来，唔少赢得来平板，躺开了。阿哥了点那香啊，伊迄爱有卡设计么地方，爱因为迄最优秀的，一定优秀的，因为爱你着搭姊妹吼，全部有帮佢帮助过。因为按大爱你，爱大家姊妹佢全部有帮助过，所以我很感激他。我按付出的你，我生日的迄期。肯定去保护室嘞！啊，真的啊，真劲嘞，几高嘞！收音机哈，收音机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哎呀啊，这今天唱的歌词特别献给妈妈。哦，对，因为我想要把这首词呢送给妈妈，祝她生日快乐。来，我们一起为妈妈唱一首生日快乐歌，好了，好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妈妈姓什么？姓顾。顾妈妈，顾妈妈，没有，她应该是吴妈妈。吴妈妈，顾小姐。顾小姐，哎，吴妈妈，顾小姐哈，这个女儿长得很漂亮，相信妈妈也一定也是长得非常的有气质，很高贵哈。妈妈今年几岁了？93岁。93岁，妈妈你辛苦了，就是妈妈就是说妈妈生长在一个非常重男轻女，重男轻女的时代，所以妈妈出生4个月的时候呢，就被送到我们家当童养媳。吴家送到吴家当童养媳。那差不多10岁的时候呢，又被我们的曾祖父、曾祖母呢送到大户人家去帮佣带小孩。对，然后就是在那个家庭呢，就是会就是动辄打骂啊。那晚上睡觉的地方就是睡柴房，然后也没有灯光啊，他就很害怕啊。白天就是做好多家事这样子啊。他有一天就受不了，他都跑回家去，就跑回我们吴家去。结果呢，他又不敢说他在那边受到虐待。那
那家里人以为说他偷懒，所以就又把他送回去，哎，打他，都打他，一直打到他那个脚踝那边哈，就脚踝那边最严重，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口。那后来就是我舅舅是留日的医师，他知道了。他赶快去帮我妈妈医治，所以说妈妈现在那个脚踝那个地方哈，还有一个很大的伤疤，大概4-5公分的那个椭圆形的伤疤。我每次看到那个伤疤，我都觉得很心疼，很难过。妈妈也是苦过来的。对。但现在应该享福了吧？你们小孩子？对，现在小孩子都长大了。对。那所以说妈妈就可以那个。就可以稍微的享福一下，天伦之乐。对。那他去年呢也得到模范母亲的殊荣，对，那是给他一生最大的肯定，真的很高兴。吴妈妈哈，对，妈妈顾小姐是。来最后一句来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了，女儿这么会唱歌唱完了，我们请老师来评审一下。好，请先讲先生。唔免客家人哦。嘿，唔免客家人哦。嘿。我哋拄拄上去창문5小姐到底系客家人冇？唔免客家人。點解唔係客家人？因為我彈去唱咧嗰首歌，咬字方面多少是講唔係講非常順暢嘅，我哋客家話。我佢冇講偏差，講到一掌當強啊。5小姐唱了成個，看佢表情動作，非常係柔軟嚇，當好表情你都當好。幾條歌唱到也一順啦嚇。我是講感恩的意見，本意提供本意啦嚇。我看佢唱歌非常小心，當誠意嚟唱，冇開放出來嚇。唱山歌係唱呢個浪調調。上好高對啦，我哋唱，係，是講當小心啦，嗬，冇開放啊，你多少去改善，係感覺到你唱歌嘅是冇講當足，冇當衝足嗬，因為對我哋山歌係傾向轉潤，相信為唔啦，你點呢？互相嚟談妥，你做多些。還把音樂歌為當好啦，嚇，加油嚇！好，咁樣先生。這個聲音就不能是娃娃音。哦，哎呀，對，小家碧玉型，有一點出不來。哦，真的啊，但是你這個就是你的特色啊。對啊，謝謝。韻味，韻味很重要。再放開一點唱就好。來，看一下給分數來。我看一下吳秀英嘅分數。6分，那冇問題，應該冇問題。什麼先生？謝謝，恭喜你啊！謝謝，恭喜，沒恭喜顧小姐，媽媽。好，先回到休息啊，對，安住先。好來，撒好了避免炸啊！你嘅避免炸用歸蘭帶來3個字。唱過啦。
主持。哎，桂兰姐哈。对对对，也冠军歌手啦，哎呀，但是上身咩伊辛苦，哎呀，咩叫我读书啊，半工半读啊，才搞出来，哎呀，做安尼劲歌的歌来。哎呀，劲歌，今日爱吐牙妹妹来。牙妹妹，嘿，佢就係牙老妹。翕相給你嗎？係啊係啊，佢吼連捷運都冇錯過。啊？係跳過吐過的錯。因為捷運都連捷運冇。他沒有來台北啊，捷運都冇錯過啊。啊？嗱，佢吼跳起嚟吼，仲喺底下做田色啦，吐嘅酸嘅啦，哎呦，係啦，看到佢自己做水人個，係佢喺藝術卡設計嘅地方，我認為係最優秀嘅，一定優秀嘅，因為我哋嘅大姊妹吼，全部要本佢幫助過，真嘅咧，哇，大地主，真的，唔係講金錢嘅幫助，譬如講我做嘢，係佢唱歌。佢嘅係萬家人，幾多接成？唔係，佢萬家人同話，唱半年嘅歌來同嚟做嘢。哦，做嘢真勁咧。我按大愛嘅人我大家姊妹佢全部有幫助過，所以我很感激他。我按付出嘅人。係，我生日係佢肯定去報復式咧。真係啊！真勁咧。結交咧。生日係佢講嘅啊。冇啦。佢真勁。愛屋及烏嘛，照顧自己姊妹，還有姊妹嘅聲音。我非常感謝他，真的。姐姐來了啊！哦，突然間來啊，非常付出的一三年，對對，哎，用個他真的是無私的付出，好棒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有修德，表示講衣服卡人全部都有修道，真的，哎呀，太幸福了啊！真的，來唱完了，唱個秋雅欣賞，好的。幾年前咪做了只規模按簡單咯，按到關同你強數喺度唱嘢哦，而寫成聲音，一隻插錯嚟，說不定割下來啦，嚇。啊，你要說歌曲嘅歌詞是算入圍啦，入詞，你唱到有彈到嘅嚇。你唱你咧三個字，最高音係咪嘛？聽你記嘅就腦抬抬。你唱的咪，你做的大音咪唱啦，你嘛。腿，你別高音咩樣？你就還是可以。好，嚇，腦抬抬，然後升高的呢兩種音哦。你做啲大音嘅拉嘅音先唱，冇時會唱到高音嘅咪。你講你爭幾多音都可唱。所以你嘅音質要按好嚟嘅，但是你唱個韻腳嗬，做必順，同時要做到必軟。好，好彈，唔係講係絕對bằng高音。好，好啱嘅啦。啊，除非講你本身高音唱得非常好。好，好啱嘅。哦，所以呢一方面我希望你喺會嗬，繼續能夠改進啊，更加好，繼續。好，先生，有冇有兩位評分呢？哦，聽叫字還有風主字，好聽下來都會睇到。誒，聲音哦。對。嘿。迄個是也兩位93分嘛。嘿。誒，佢個是冇超過93分嘅吧？也兩位一樣版嘅。嚇。係啊。就下個禮拜重新開始啊！就冇避免炸咧啊！冇避免炸。希望超過93分，好冇？拜託啊！好嚟。阿勇就準備好了，看下來看分數，看一下楊貴蘭嘅分數。要吹法，要吹法，三嘎法，金針法。我的名字是施素珠。好，素珠姐姐好。素珠啊，素珠阿姨啦，哎呀，素珠阿姨。是那個。不是那個瘦豬阿姨啦，知道，看得出來啦。你如果是那個瘦豬阿姨，你要講話就要。看一下楊貴蘭嘅分數。好嘞。95分，楊貴蘭姐連上5關嘞哈。對，兩位再繼續加油哈。誒，繼續加油，阿勇就搶了你嘅貴蘭姐，什麼先生？等上你嘅避免炸寶貝。好嘞。連上5禮拜，過5關嘞，恭喜。用情來電播，哇！今日嘅節目有請到一個團體啊，吼，啲來自桃園市，桃園市，一群
同爱表演，还有同好跳舞的乡亲朋友啊，安尼有唱到安尼节目当中。唔但唱安样，亲有爱心嘅团体，只迄个老年人啊，表演本嘅老人家看，带本佢哋欢乐有冇？亲痛乐嘅心情呀，亲赞，係啊，結果就歡迎佢咧。好，歡迎羅碧珍舞頭團。大家好，我係羅碧珍，也係用年啲嘅上上來歡迎。帶動唱聲啊，每次唱。哇，你看，大家子唱聲啊，18歲聲啊，每嘢按後上，大家子唱發言人法按上講，就看家這樣，有唱黃奕的嘛？有啊。哎，就看家後邊有唱蔡依的嘛？有啊。哎，就看家嘅正面有唱林子的嘛？冇。耶穌各位哈，做很多西摩嘅按講，他個同我唱下必須百腳好嘛？好，要唱他個起來啊！好，音樂唱下來。別住啊！見到不見天空哦，見到不見後生哦。啊，這樣冇出嚟啦，顧下依，這顧下依，溫片。撲神哈，溫片。哇，他想要按杯啦。對，17歲，18歲，15歲，16歲，撲神哈，溫片，按腔，葵花類，腰痛法，溜蛋法，沙蘭法，木瓜法，帥。哇，而家10文啊，10文要向上哦。咖喱法，地野法，芭蕾法，牛面法，帥。哇，而家演到哦。不講按講，這麼嘢，哇，他個韓文牛哦，牛係韓國哦，來表演，這個表演，表演100嘅天，200嘅天，拍上下1、2、3，演1、3，哇，他個很整齊哦，好，這個咧68嘅，較調調嘅，老天啊！啊，撲神哈！真的哦，聽我！下來冬瓜法、苦瓜法、西瓜法、南瓜法，帥！哇，按10文嚟到你睇二隻哦！吊吹法、三架法。我一年突然運動就啲結尾。我唔知一條歌按蟲啊，青蟲嘅一條歌嚟。係蟲嘅啦，係啊。係啊。跟咩羅時鳳嘅什麼人講嘛？對啊，因為以前都有隻版本咯。係啊。你那以前咩啦？你按風啊，凊彩凊都凊未到咩？真的啊。係啊。有樣冇，唱下什麼按講？係。我呀就出去。
罗碧珍团体。芋头团哈，哎呦，有爱心，有听那个，哎呦，哎呦，破水，听下来，哇，全部都按奖哈，从18岁，18岁，啊，其他康乐运行医啊，可爱很糖豆一记讲，我像小康老师那么帅，来干有糖唔错，哎，冇唔错啊，冇煮冇快睇哈，错哈，你讲演导啊，小康很帅啦，哎，小康老师很有味道嘞，对呀，对呀，什么味道？哦，很臭的味道。很帅啊，对，真的嘿。来，要麦克风麦要拿。来，睇自家介绍一下自家来。哎，自家同观众朋友介绍下来哈。从这边开始好嘞。来，好。哦，来，请讲哎，好来。因为我是客家人，所以我先讲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碧珍舞蹈团的团员，我叫做吴慧琴，带头人师。吴慧琴，18岁。欢迎。大家好，我蔡凤珍，住桃园。谢谢大家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罗碧珍老师团体，我姓简，简秀英。秀英姐好。大家好，我叫邱桂美，但是我的爸爸他们是讲诏安话。这样好。对啊，但是我讲的客家，我一讲诏安话出来，他们大家都说我讲的客家话不标准。不是你用诏安跟大家问候一下。但是那时候几乎起进来的那个叔叔宝宝都是中立客家、观音客家，所以都被拉走了。我只知道说，一般最大的不同就是说，譬如说吃饭，你们都讲吃饭，像吃饭，你们哪块吃饭，我们会讲。卡出10番，卡出10番，这是最大的不同，还记得？什么喜帖那个之类啊，喜帖，后菜。每一次我们听那个林佩贤讲那个诏安那个学校，唔得你讲嘛个东西。讲诏安人家还不知道，讲饶平人家比较知道。饶平，讲饶平就类似诏安，类似饶平。是，那你到底会不会讲？会听，讲不标准，已经因为我后来他被同化了，就被同化，就是被周围同学什么都能被观音客家、中立客家同化。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么多都是废话。至少让大家知道说都知道一些诏安啦，要不然很多人不知道诏安。对哈，我让你两片，这边，从东恩开始好嘞，好。亚洲新腔哦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美丽的主持人好，还有我们的帅哥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你曾经到新屋哈去表演，到新屋，我就是新屋人，真的，我叫周慧安，我住在新屋。好，对，那因为我爸爸是客家人，我妈妈是闽南人，所以我在北港出生，我大部分都讲台语比较多。对，那客家话唐诗啦，马安唐诗啦。这就很厉害了。对啊，真的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闽南人，好的，我刚在学我的名字是施素珠，好，素珠姐姐好，素珠啊，素珠阿姨啦，素珠阿姨，是那个不是那个电视明星的，不是那个素珠阿姨啦，知道看得出来啦。你如果是那个素珠阿姨，你要讲话就要不敢这样讲，标准问候语言啊，真的啊，要有国骂助腔，哇，好高兴啊！哎呀，谢。本人有没有比较帅？本人比较帅，下一位，未婚呐，这一位是未婚呐，下一位也是未婚呐，真的哦，是未婚，是已经离婚了还是这样？是未婚还是单身？当兵我结婚的啦，俩有做的做盘的呀，我们现在都可以。我客家人，屏东内部的人，乡总，南溪的。那个康磊是跟我同乡，康磊大，还有那个 SH 那个 Ella 也是我们亲戚。所以你在领导，Ella 也亲戚了。领导，阿俺内部领导，他是我亲戚。对，亲隔壁，对，他叫钟瑞华，瑞华姐姐。客家人吼，乡总的国泰，乡里乡总，钟兆镇有吗？对，他是美容，那我是内部。乡公所对面，好，钟瑞华，地理位置好详细。对，我们不一定要了解。那像你亚布卡斯翻呀。两位主持人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好，我是住内坜。内坜。我是罗碧珍老师的新的
学生。对，OK， 好，我叫陈素兰。好，你是在开玩笑还是真的？素兰哦，对，素兰。哦，真的哦，真的。素兰还是素兰？素兰。素兰，素兰。素兰，素兰，要出家啦，要出家啦，素兰。好了，真继续下去，我怕又有黄色笑话出来。对啊，以前那种油压指压店就会有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。哦，欢迎台七哥。对对，欢迎。哎呦。对啊，因为罗先生上我省力亚上团体啊。哎呀。哦，其实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柳成荫。哦，有去年的哈，跟献祭时节的哈，跟。表演的舞头的团体吼，琳琅满目，当多哦。品正由咧王爱红离庄哈，其实有唱啊个强项带动唱，独一无二的带动唱。哈，结果连唱两届哦。就有动线哦，佢动线以後佢動腔，係咩動腔？就講嘅雲南同鄉會哈，愛年終聚餐，很愛去有唱。佢講啊，羅老師啊，你隨便跳2首舞，哈，用跳2首舞，不用帶動唱，隨便跳2首舞就好了。我想慘咧，幾多都係有團演嘅哦，我就冇嘅帶動唱哦，嘅選舉嘅時間哈，我就會哦，所以個臨時組臨時請來嘅啦，臨時請來，我想應該是啊，佢樣就會硬着頭皮上台，結果我就好請到誒本身用咪請個2下就起咧，哦強下去就表演，表演忙睇，佢嘛又讀到個跨年晚會，又不能有唱去，還做跨年哦，跨年晚會，結果就演唔攬嘅，佢安開場面，結果我又請啦10個個吼，就係強下集訓，集訓忙睇吼，又個乜嘅羅氏總情比啊，羅永健先生，理事長又有唱啊，伊表演，我想哇呀，真係我成立一個團體咯，按當年有唱咩，又還有當到嘅沙團哦，就見有唱，就希望我就夾親親咩。哦，是你們本身就會跳嗎？還是？哦，一直都會跳。你講手腳不協調，我唔可以輸哦。哦，真的。我第講我就出去，我就搭個鐵就講吼，哎呀，出去一天要做得親好，我留後面上，我留下一次其實我有唱喺青菜挑法其實唔可以這個有唱，不是一個動音神哦，動音神練哦。佢有乜嘅單飛有唱喎？哦，當到哦，那個10類飛啦，同志飛啦，好做愛心的愛心咩？我哋去中央去醫院。養老院啊，對吧？養老院沒有啊，好教養院啦，教養院係嘅警察局職工，好全部都有。咁有去啦，好去嘅安養院嘅話，喺我媽媽哈。都會特別省發啦，省發5-6年咧，我都會好，古時我就去給特別一定係會表演就有唱啊。媽媽，還有帶團員，佢愛表演不太加寬，其他嘅路就加寬啊。安有心咧。跟人家係冇帶來乜嘅。其他精彩表演。接下來吼，就係團員也就當當然會跳沙狗舞，係派青強嘅吼，有2位蔣西妹就跳沙狗舞。沙狗舞國標舞嗰種係哦。沙狗唔係國標舞。好，先看你們跳，好不好？大家可愛跳喎，哈。跳下來欣賞一下，來，社交舞嚟。山忙大梁，江山更甜。
样哦，社交舞。对。赞。哦，要做很多社交舞啊。嘿，红衣小女孩。来，红衣老女孩吧。好好聊天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啦。没关系。红衣漂亮女孩，这样啊。旁边这2位是。朋友啦。朋友啊，同伴。搭档的同学。舞伴啊，临时搭档的同学。临时啊。哦。平常没有跳在一起，就差不没有。临时搭档的同学。哦，真的。临时搭档哦。就是今天要来表演，还是临时抓来的？可阿亮族、孔玉蕊他们好像是不同场的。不是很熟啊。动作有点不一样。对啊。因为社交舞其实嘿，七家跳七家哦，七家跳开心之后啦。老国标舞冇看到哦，国标舞嘿比赛的，一天来要求身段。社交舞自由诶，就是你随性。跳得开心就好了。唐公，你跳社交舞30年，很吗？很啊。真的哦，跳30年了哦。因为头摆啊就好跳舞咩，唔过我个年代啊，嘿，戒严时期金舞，做唔得跳舞哦。跳舞嘿地下舞堂，地下舞厅，嘿，我们那时候跳嘿土风舞，冇，头摆懂乖哦，嘿。那个进舞解禁以后，哪个公司啊有福利，请该老师来搞社团，都该时间还是开始接触了社交舞。那因为喜欢跳啊，就一直跳下去。跳得了啊！对。以前我们去地下舞厅都会被爸爸妈妈骂。没错。不是还要抓到警察局？还要抓到警察局？黑吗？有啊。电视播出的时间，黑吗？对呀。两位泰国的抽影咩，很酷的。你那个也正经也跳那么。真的你的头发对，他从赛亚人变一休哎，一休和尚。两位嘿红衣小女孩，你没跳轻球的吗？没有，我资历比较浅。他浅一些。资历多少年了？比较浅，那多年。10几年了吧。公你没轻球的呀？我们都是运动开心愉快这样，没有说像一般的比赛选手这样。不是要像那种不用扭成这样哦。国标舞啦，国标舞要求身段、甩头啊，对。该比赛竞技舞。社交舞没有，你唱歌，我下去开心的跳，你喜欢怎么跳都可以，吃眼给跳，自由跳，开心跳。摸规天嘛个通走啊，摸啊，那个是国际标准舞，那个才有一个标准，对，有个方向啊，还有那个步伐，几步，所以你们这就是属于乱跳，就对。这个不是随性，不是乱跳，不能即兴跳，跟国标舞一样，你要往左，我要往右，我们不能一起往左。对，也是要配的，因为它是双人舞。一定要求要配合。有什么基本的舞蹈？我们这边有舞王呢，有，我们请这个资深美女来示范一下。不是姓罗的都是舞王哦。我们请这位资深美女来示范一下。让我们罗哥来社交舞一下。3步的吉鲁巴，吉鲁巴有6步和3步，3步很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轻松一下。中老年人，差不多。中老年人啊，所以它是6拍跳3步，2拍跳1步，就是1、2、3，就是1、2、3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膝盖要放松的。1、2、3。你很厉害，你真的哈。所以好，我跳这边好了，你跳那边，对，去1、2、3，对，1、2、3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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这样。哇，罗哥，很棒哎，你也可以社交了。但我可不可以去找一些年轻的来社交？可以呀，是不分年龄啊。又叫做交际舞。交际舞没黑。对。因为大家会很近嘛，要培养默契嘛。对。黑毛。哇，这很精彩啦，很精彩。我带了一个舞蹈，好不好？跳舞安尼，乡亲朋友看下的。接下来呢，那个罗碧珍团长带领爱豆跳一支
团体舞嘛。哦，团体舞，嘿嘿。讲给法。讲给法。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青豆讲给法。来。请班长，讲给法，讲给法，今晚来个家，温柔太放水碰上面庞，发路香满天下。春花呀温暖不寒，然而农场发正开，奔驰前锋芬芳荣盛。发现都请给蝴蝶做不优点，为发传来做梦。你累累讲讲给发。来请班长，讲给法，讲给法，今晚来个家，温柔太放水碰上面庞，发路香满天下。春花呀温暖不寒，然而农场发正开，奔驰前锋芬芳荣盛。发现都请给蝴蝶做不优点，为发传来做梦。讲给法，讲给法。水碰上面庞，发路香满天下。春花呀温暖不寒，然而农场发正开，奔驰前锋芬芳荣盛。爱发下发干发现，都请给蝴蝶做不优点，为发传来做梦。讲给法。哎呀，好哇！来，楼先生。当讲，真的。来，嘿。哦，耶稣各位哈，两位主持人哈，耶稣各位啊，什么人转眼看呢哈，会心花朵朵开，那个男生看呢哈，转眼会桃花朵朵开。不行，有桃花。他不行再开桃花了，他要斩桃花。对啦。我有老婆的人不行有桃花。真的哈，桃花没应验呐。事业桃花啦，事业桃花应验。罗先生，全部都按样，你还去甲做的吗？用买耶，用花钱帮买耶。我吃到个芋头表演起来，有一点那个传统芋头嘅米线。哎呦，内行系嘛，有吼，有啊。你比郑先生有嘅嘛？芋头嘅基础。特别有學緊用嘅民族舞蹈啦，哈，還有帶一點秩序。佢唔過也屬於我學係恰恰。
流行舞蹈，所以就是融合在一起。结合腔下就出来。对。跟他懂有默契啊，这规个跳都同好啊，练动叫的啊，练动叫哈，跟也对啊，也只团体还有乜个期许愿望嘛，係啊，有啲精合因為吼，我哋也大部分參加全部係傳統，古時候嘅舞台冇乜嘅大，冇乜嘅大，我只能編63年嘅舞，所以話特別我哋姐妹腔下出來嘅時間哈，除非有人只是冇辦法入團來跳，所以我希望我喺呢擺哈，我哋羅碧珍舞蹈團能夠接到太長嘅哦，最後接到嘅主持人嘅演唱會，哎呦，有幾飛花，將嚟跳哈，做得，係啊，羅哥他有幾飛啦？做的嘛？演唱會啊！演唱會，還是你要封麥了？好啦，精彩！我們希望講吼，我哋團體吼可以去各縣市吼，本客家鄉親看到我哋用客家舞。加油 Andy 嘅節目，大家看到，聽說會接到青島嘅有槍，係啊，太神表演都清好啊。韓國已經有槍都名演戲咧，排到名演戲咧。對，我嘅團啊吼，忙成立就是一成立吼，就接到半夜咧，佢夜下吼，我哋去跳去吼。也就接到盲年咧，老師仲前邊啊。今日至於表演有乜個茶馬飛冇？有冇？你乜本冇？迄個我吼一般就有啦。迄個我也有人個講明吼，也係愛心團體，我哋唔係機構啦。因為我哋神團咧吼，將神團吼當愛建飛，當到沙團當石哦，然後當通石，然後油槍又本來車馬費。因為買衫啦，買一套花都全部都錢呀，對啊，一神團忙神團一神團呢啲，我就買舊錢呢，負債你嚟，啊學要嘅，即係嗰同花機啊，同花機啊，要演唱，導演是客家飛啊，要油槍啊，哦就要個紳士協會沒有油槍啊遊戲，佢我哋不但吼就講嘅大片，又還有英語，因為下禮拜吼。我又接到吼2場太長嘅呢，真嘅恭喜，都中啦報茶站嘛。哎呦，哇，金鐘獎，表示講表演又精彩，對，係啊，要獎啊，世界舞台開始嘅嘛，哦，希望而家都接到較多嘅場所哦，係啦，本地跳。客家鄉親好，今日多謝人家都來啦哈，安之謝，各位漂亮姐姐們，對啊，謝謝你們哦。誒，好唱歌嘅朋友咪夾夾來報名哈。打電話來096667等大家打電話。好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，因為呢，要多謝羅碧珍舞蹈團，謝謝。隔壁阿姊、安家，加油哈！天倫平台舞台加油哦！是夢小強老師，還有羅傑先生，謝謝老師，辛苦嘞！是夢韓禮天總工張演員，辛苦嘞，謝謝。好，下禮拜冇唔記得咯，一定要支持收看呢老熱大擂台。老熱共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